大家好啊，又係我林耀江師傅嚟，嚟到新一期易經金融呢個節目。今期咧比較特別啲，因為有假期要出現啊，所以我早啲發呢個下一個星期嘅報告啊。咁希望大家都能夠收到一啲嘅提示啊，我哋入個內容裏邊咯。今期咧已經係第118集啦，流年嘅風水局咧就去到48集啦，咁就由1月19號到1月23號。人生本意裏邊咧，今期我哋講咧就活得正面啦，因為每一日咧，其實你會用一個正面嘅思維態度去改變嘅時候咧，將一啲負面或者唔好嘅嘢咧，慢慢修正佢，變成一個好嘅安心嘅或者良性嘅效果咧，咁變咗你喺實現其他嘅目標嘅時候咧，就會更加容易啦。好，我哋繼續睇落去啊。易經金融嘅主體本身咧就由呢個陰陽五行嘅顯化啦，配合64卦嘅唔同嘅思維模式，咁點樣去放入一啲管理嘅行銷策劃啦，以至一啲投資方面嘅定位咧，都可以發揮到個功能喺度嘅。咁配合埋一啲唔同學員佢哋本身嘅知識嘅水平啦，或者係睇事物嘅方法嘅時候，佢有適量嘅改變啦，配合佢自己嘅財富嘅增長啦。增長完之後，最緊要做多啲事情，增加嘅福惠啊！好，第48集嘅呢個風水報告裏邊咧，我哋今期咧就講一啲馬路嘅衝殺啦。馬路嘅衝殺裏邊咧，有時咧就係我哋見到一啲前面咧有條打橫嘅馬路喺度咧，就形成你個大窗對住佢咧。有一啲咧就係話咧嗰個馬路啱啱就對正你門口，好似衝入間屋裏邊嘅。咁呢一種嘅佈局咧，都形成一啲殺氣咧，或者有種衝擊咧，破壞一啲咩咧，就係啲健康啦、財運為主嘅。咁我哋好多時咧就睇一個環境嘅報告嘅時候，可以點樣做？掛五帝錢啦，同期輪嘅一對一或者吸水大象咧，都可以降低咗呢個問題嘅出現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都冇辦法之後，有時我哋可以用一啲窗簾啦，去改善嘅情況，去令到個殺氣減少嘅入屋啊。好，上一期我哋講嘅投資之道裏邊嘅招好運，做一啲嘢嘅時候要行快啲嘅步伐啦。今期我哋講嘅點樣去創造啲時間啊？因為其實咧就係每一個人嘅時間咧都係公平，都係咁多嘅啫，唔會多咗出去。咁但係我哋點樣去令到佢加多咗？就係我哋可以先做一啲咧重要嘅事先，將啲重要嘅事完成咗之後，先做一啲咧其他嘅事項。咁當你每日咧都養成一個咧去良好嘅習慣啦，做好咗重要嗰部分先，跟住再做一啲咧冇咁重要或者多餘嘅嘢，可以思考究竟應該點樣改善嘅方法嘅時候咧，亦令到嘅財富咧又向上嘅增長啦，好運咧自然又有一路一路咁提升噶啦。好，呢一個咧就啱啱完咗呢個星期啦。咁依家我哋暫時咧就用住呢個嘅時間去做啊。咁就整體咧就係當時我哋個報告咧就係天雷益配豐澤中孚嘅時候咧，有種向上生益啦，同埋平平穩穩。咁配合埋前面呢五支卦咧，都唔係話太差的話咧，整體都有向上嘅趨勢。但係今期特別啲，我哋淨係去到星期三嘅啫。咁我哋睇下個星期三之後嘅前況啦。咁去到星期三嘅時候咧，成交量咧就突破咗3000幾億㗎啦，已經係咁有個高點咧就去到27132點，咁係當時嚟講啦，咁就上上落落啦。星期二有個裂口衝上嚟啦，咁如是者就向上升。星期三都有個裂口，但係整體咧都係反反覆覆，但係成交量增長之後咧，升嘅機會率咧就會高咗㗎啦。我哋再睇埋其他部分啦。好啦，如果有興趣的話咧，我哋過年嘅時候咧有個節目喺車公廟嗰度做嘅，就喺可以做下啲拜下太歲啦，或者問一啲流年嘅運程啦、桃花或者趨勢啦，咁又仲有啲祈福嘅活動都喺度嘅。咁我哋喺車公廟見啦。好，新一期呢個啦，咁我哋暫時用咗今日嘅嗰個收市價就26,999點啦。咁整體嚟講咧，喺呢個星期嚟講都係反覆向上嘅佈局為主，但係有兩日又比較特別啲嘅，喺星期二同星期三咧，基本上又出現咗上兩個星期出現就係同一支卦嘅互轉嘅組合喺度啊。咁啊睇下個情況啦。咁星期一嚟講就係地天泰卦啦，配地火明夷。泰卦咧就係啲安好嘅完整嘅，但係明夷係代表突然間嘅變化咧，有種可能有衝擊危機嘅出現啦，咁可能變成咧最終可能平或者升嘅佈局啦。到星期二同星期三咧，整體都同樣係兩支個，不過佢擺位咧就啱啱調轉咗啦。好，天雷無妄配天火同人，無妄咧即係話有種危機啊、震動啊、不安啊，但係同人啊即係震動完之後有種向上反覆向上嘅升嘅趨勢喺度。到星期三啦就調轉咗啦，先係一個同人卦配有個無妄卦嘅時候咧，就用先升後回個狀況咧，動力方面都係一個震動為主嘅，咁所以最終可能平或者跌嘅報告啦。到星期
14啦，就係支澤水困卦配呢個對為澤卦。困卦咧係我哋其中一支咧係危機嘅卦象啊，即係有種跌咗落去沉咗困着揾唔到生機啊。但係對卦就係我哋呢啲八順卦，咁可能有一個轉變啦，喺個完結嘅時候又向上升翻上嚟，所以整體跌或者係平嘅佈局咧。到到星期五啦，就係支風雷益卦配一支風澤中孚，又好似今期啱啱出現嘅情況一樣咯。益卦有種向上升嘅趨勢啊，中孚有種平平穩穩啦，或者益卦同時間咧亦有種裂口向上升嘅趨勢喺度啊，所以最終可能升或者平嘅佈局啦。睇埋全個星期嘅佈局啦。全個星期咧就係由呢個叫做雷地豫卦配呢個火地進卦呢個組合啦。豫卦咧有種震動啊、不安啦，或者有種喺種咁嘅情況之下咧反覆向上嘅。進卦咧有種互相抑制啦，有種提升嘅作用喺度，都有種向上嘅趨勢。咁配埋喺前面啲5支卦嘅時候咧，整體都係反反覆覆，但係終於咧都係向上升嘅趨勢比較多嘅。咁如果有興趣嘅，我可以嚟報下讀下啲課堂，我哋之後需要問嘢嘅時候可以打俾我哋啦。咁同時間啦，咁就投資最緊要自己知道喺個風險喺邊度啊！祝大家好運。